嗱，以後小朋友想食蛋糕呢，可以試下我咁樣整，非常好味，我7個女特別中意食。又嚟咯，妹妹。嗱，今日呢個零失敗嘅教程，你睇住啦。35克牛奶，再加35克粟米油，攪勻佢，再加入50克低筋麵粉，繼續攪勻佢哈。再準備3個龜蛋，將啲蛋黃同埋蛋白分開佢，再攪勻佢。跟住嚟打蛋白，呢度係35克糖，分3次加落去哈。拍視頻唔容易㗎，俾個愛心支持下你，唔該晒大家。打到佢可以咁樣掛得起嚟就可以啦哈。先整一半蛋白入蛋黃度攪勻佢，再全部溝埋一齊攪勻。呢個係6000個蘑菇哈。跟住倒入粉漿，烤箱要提前預熱140度50分鐘。哇，好靚啊！一定要攤凍佢再貼膜，咁樣整個蛋糕蓬鬆柔軟，大小朋友都中意，快啲試下啦！